暖暖十门客，咱来故事看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客节目。若是无嫦娥喷月这个古早的传说，中秋月圆甲平常时的月圆并无啥物无同。若毋是因为中秋节，即卖的人嘛真罕得伫暗时抬头寻找月娘的身影。这一切拢是因为中秋，因为传说。空中好朋友敢也会记得有关用手举月娘迄个遥远的传说甲禁忌咧？中秋月娘的微笑照亮了睡梦中的池塘。嘘，我们要去哪儿？蛙说：“咕咕。”月光将为我们引路。这一夜，我们悄悄出发，前往梦的国度。中秋月娘温温笑，甲房中的水池照甲光亮亮。嘘，咱要去倒位？是脚讲我。月光会甲阮带路，一暝阮点点出发，要来去梦的世界。中秋暝，读国校1年的阿靜，甲伊的爸爸、妈妈、阿嬷，还佫有姐姐阿琴，一家伙伫门口埕食月饼、赏月。夜风微微，空气中流动着清幽清幽，哪有哪无的桂花香。哪一日拢无看到月娘啦？月娘去互乌云炸咧，等一下就出来啊！足久的呢，敢会互乌云炸几暝啊？炸几暝就几暝无月娘通看尔，有啥物要紧啊？爸爸，你实在是哦！中秋节无月娘通看，哪有意思啦？对啊，爸爸根本无心看月娘，月事月饼通食就好啊，其他拢无重要。吼吼，恁两姊妹联合起来对付我呢？恁爸爸注重的是咱规家伙有健康平安无，其他就毋是遐重要啦。就是啊，恁大家比月娘较重要，月娘定定有通看，哪有前差一工？迄当然有前差咯。平常时天顶有月娘无，咱袂特别去注意。中秋节这天若无月娘，迄就无趣味啊！阿姊、阿嬷甲咱讲过的呢。一家伙伫埕林，哪食月饼、油哪开讲搭喙鼓，平凡的幸福融入去人声笑语当中。恁看，月娘出来啊！听到阿靜歡喜的叫聲，大家同時抬頭看，一粒圓練練、光燦燦的月娘，點點佇天頂，無聲咧看大家。哎呦，阿靜啊，袂使用手去举月娘啦，半暝会互月娘刮耳呢。
安尼要安怎？赶紧甲月娘拜拜回师咧，安尼月娘就袂甲你见怪啦。对啦，是嘞啦，月娘，我毋是挑故意的，歹势啦，求你原谅。秋风微微，露水渐重，随着众人入去厝内，月光映落的门口埕也渐渐恬静落来。早起，阿静的妈妈伫房间内甲查某囡仔变头毛。这个阿琴身边好，徛伫边仔看。阿静的鱼啊，阿真的鱼仔是安怎？伫遐啦，你看。妈妈甲螺仔放桌顶，顺阿琴手指的所在，拨开阿静的头毛，斟酌看。阿静的鱼仔后面有一撮浅浅的伤痕。幼以为血珠啊已经干皮。妈，我的鱼仔是安怎？伫遮，你家己摸看觅。无等妈妈应，阿琴牵阿静的镜头啊去摸伊家己的耳仔后，奇怪，无代无志，哪会有即撮血迹？我知啊，一定是昨暝你去月娘，真正互月娘挂耳仔啦。月娘才袂挂我的耳仔。阿嬷讲，甲拜拜回师咧，就无代志啊。阿静虽然安尼讲，心内却是有一种讲袂出的失落。袂输心肝头，嘛互月娘留一影小小的伤痕共款。月娘毋是足温柔的，敢有影趁我半暝咧困的时阵来偷挂我的耳仔。阿静，去听电话一下。阿静，奇怪，这个囡仔拄则毋是也伫咧客厅？喂，张太太吼，甲你叫了啊，我是医静的老师啦。老师哦，真歹势，敢是阮医静伫咧学校做毋着啥物代志？无啦，医静真乖。表现嘛拢真好，恁真交教。安尼啊，无影啦，老师毋甘嫌啦。只是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怪怪，想讲应该甲恁讲一声。怪怪，啊是啥物代志？顶礼拜的美术课，医生甲月娘画甲真奇怪，毋但发两起尖尖的喙齿，搁举一支刀仔呢。哈？月娘发喙齿，搁举刀啊！是啊，过去以前画的翁仔拢真古锥，搁真善良，也毋捌看过伊画即种那妖魔鬼怪的图呢。对啊，阮以前自细汉就惊鬼，应该袂去画即种可怕的图才对咧。我是烦恼伊心理上毋知有啥物问题无，想讲应该互家长知影一下。有即款代志。好，我会真就看卖。安尼多多欢喜啊！再会。多谢老师，再会。阿静啊，老师昨晚敲电话来讲你画图，画一个尖喙齿、搁举刀仔的月娘诶，啊是安怎甲月娘画甲遮恐怖？妈，
迄是我做梦梦到的月娘啦。人我梦到的月娘，拢嘛是生了真水，长头毛，穿古装衫裙迄种啊。会害阿静敢会小可心理变态，才会去梦到尖喙齿佮牙刀仔的月娘啊？哼，你才心理变态咧！我无爱甲阿姊好啊。哎哟，恁阿姊吼在甲你讲耍笑啦。阿琴，袂使用即款话甲妹妹讲耍笑。阿嬷毋是讲甲月娘回失咧就会无代志啊？是安怎月娘半暝过来甲我挂耳啊？哎，阿静，你咧干面呢？月娘当时咧挂你的耳啊，恁两个耳啊，毋是阁好好伫遮？爸，你无看到阿静的耳仔真正互月娘挂一顺呢？阿静诶，莫哭，来，阿嬷甲你讲，你月娘迄暝吼，可能是伤无闲，才会舞毋着去，毋是调你个要来挂你的耳仔啦。月娘伤无闲，无闲去人挂耳仔呢？你这个做人老爸讲话遮尔无正经。毋是挑故意，安尼毋着本底要挂别人煞舞毋着来挂着咱阿静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月娘定就是找毋着自己，挂毋着人，毋是雕工要来挂咱阿静的啦。月娘遮尔啊糊涂哦。无头神加减下啦。阿嬷我吼有当阵啊，卖无头神呢。是讲阿静有甲月娘回失咧，月娘挂毋着人嘛，应该爱甲阿静回失咧才对啊。无爱，我则无爱月娘甲我回失咧。万一伊无头绪，袂记你是要来创啥，佮甲我挂一摆耳啊！好啦，紧食饭，够讲话。一顿饭食几包久，菜甲汤拢冷去啊！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相信真侪好朋友细汉的时阵，拢捌听过一个禁忌，也就是袂当用手见月娘，也无会互月娘挂耳仔。根据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的见解，这个禁忌的背后，其实有一个教育的含义。互月娘挂耳仔，这个传说当然真水，这阮即个拢有听到。意思讲袂使后壁记月娘，这个讲记对台湾人来讲是无礼貌的，记就是无礼貌，毋是讲袂使记人，连月娘都袂使记。所以讲记东记西，记你看，伊若记，表示无礼失礼。所以讲互月娘挂耳仔，那中秋。咱其他人看到月娘，这水啊，就甲记嘛，就讲会挂耳仔，这神煞咧教讲袂使后壁讲记，毋是真正去互月娘挂耳仔啦。时间的脚步从来毋捌放慢，12年岁月无声无息，一步一步行过。即暝读大学2年阿静，甲同系同学建生，还佫有秀如伫校园散步。
诶，恁看，下暗的月娘大粒个圆呢？啊，袂使用手举月娘啦。咦，是安怎袂使记月娘？无啦，无啥物。那会无啥物？你的声音听起来明明就有啥物？好啦，我甲恁讲，毋过恁袂使笑我哦。好，我袂笑你。我嘛袂甲你笑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捌用手举月娘，结果半暝啊，互月娘赶耳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哪有即款代志啦？你这个人真无守信用呢！你毋是讲袂甲我笑？对吼，歹势啦。啊，毋过即种故事实在足好笑的，像讲举月娘，就会互赶耳啊！较早的大人拢安尼讲啊。讲到这，我有印象，细汉的时，阮小弟嘛共款拄过即款代志。真是嘞！恁小弟嘛捌互月娘赶耳啊过？是啊，有一年中秋节，阮规个伙仔拢伫门口埕赏月、食月饼。迄暗月娘特别圆，阮小弟手一直举月娘，讲伊有看到一只兔仔咧面顶。哈哈哈哈！恁小弟上学的故事听伤济啊！建生，敢讲你自细汉拢毋捌相信遮个传说故事？嘿啊，你拢无童年哦。有啦，只是前我知影美国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了后，我就无咧信古早人的传说啦。是讲恁即马拢大汉，搁读大学啊，搁会相信大人较早讲的故事哦？我就是细汉捌拄过，毋才会相信。若毋是阮小弟捌拄过，我嘛袂相信即款传说。敢真正有即款代志？是啊，阮妈妈讲，阮小弟就是黑白用手举月娘，毋知呢。到当我永远想无啥物原因，是安怎举月娘了后，耳仔会出现一撮伤痕？你甲阮小弟共款，即个疑问自细汉对到大汉。安尼我今仔日规暝拢莫困，目睭瞪大蕊，等看月娘是毋是真正会来挂我的耳仔。好啊，窗仔规暝拢莫关哦。青春的笑声像海涌，伫即个有月暗暝，一波搁一波，风吹树影动，天顶的月娘亲像鸭头，点点笑看世间流传的有关伊的传说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月娘》是由小村林子原作，大家书小村林子编剧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加声音演员：阿静、叶怡欣演出，姐姐阿琴、高基芬演出，妈妈郑佩文演出，爸爸阮俊嘉演出，阿嬷林秋霞演出。老师吴派静演出，读大学的阿静林依轩演出，同学秀如郭润婷演出，同学建生王彦波演出。
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节目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的收听。你若听了有欢喜有感动，欢迎你上咱专门客电台的网站，甲咱留言，或者是写一份简单的文件。只要有写文件，就会当参加抽奖活动。咱要伫3月31号抽出10位幸运的好朋友，分别赠送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3合院，或者是含这张老歌新唱的专辑，请大家把握最后一摆抽奖的机会。咱电台网站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， 欢迎大家来写文件抽绘本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